爸爸 is you， 爸爸 is you。咱是来算，互你算简单的看。互我算简单，我要安怎算？我叫你刷。较细哦，我都纸哦，安尼无法度。我知，我知。看嘛这，伊就是安尼，伊就是，这个理论有当巧，对啊，就安尼。哦。我 is stop。好。枪是会动落来的，啊，所以枪若是要动落来，会当痛苦，这种。哦好。系啊，安尼我都哎，即摆伊啊，是啊，所以你爱看啥物件好，系啊。安怎倒？你伫遐倒啊？去杀伊啊！哎有迄个死啊，死是重点啊，是啊。像安尼成啊，你若是安尼打落去，伊就成啊。伊厝边出来是像讲你当安尼，安尼抢就是赢。哦，赢会当安怎？赢着过关啊！哦，系啊，你嘛会当，甚至你会当，我 is you， 你就变做抢啊，变做拼哦。系啊，这边啊，就是安尼啊，我来演。啊，最后一节头壳就变。所以拼爱会当赢，才会使赢。无就看你啥物物件，只要你会当赢，当赢就会使啊。人诶，哦，这到底是拼安尼啊？看就是安尼，你是拼。哇，对啊，你无得到场。是安怎？无啊，因为这个当我会顶档啊。对啊。意思？对啊。什么意思？敢不当说？意思？倒一这三个拢会使说啊，拢会使说。就卖。只要是无伫都有人说。先互你出去才讲啊。好啊，安尼先出去啊，你变怎？就是甲迄个 staff 杀去边啊。好。啊，当出去啊。嘿啊，啊，即摆你变怎样？甲迄个 is 杀到阮边啊。伊杀到阮边啊。啊，你甲有这个主数啊？你飞敢毋当刷？飞个会使啊。你就杀去 win 啊，杀去 is 对啊，啊毋就赢啊。这无要安怎？看是看袂起的步，什么意思？这个什么意思？啊？无啊，当然这无讲有啥物要素爱完成的。无啊，当然是安尼啊，对啊，因为迄头前的关啊，对啊。讲爸爸最要紧的。这只叫爸爸，这只白色的叫爸爸。对啊。哦，这关就爱较详细啊。要安怎去迄关 win 啊？喇叭是 heart， 你是用伊的，这是用伊的意思，啊，这是小的意思，所以若是讲你是会用伊的，啊，你行到小的所在地方，迄就是伊啊，啊，你看，伊就是，这是，啊，石头当创啥？石头哦，伊用伊就是安尼，这就是一般伊的手路就是安尼，你看，伊家己挡在内底啊，伊家己挡在比较角，伊家己挡在比较角。你甲石头杀去遐？因为伊伫你讲这石头。对啊。石头会当刷，你看若是你无通刷，你就会痛，你就对啊，烫过去。系啊，若是安尼一样刷，所以你变死。啊，不过你安尼杀伊个袂过去啊。系啊。你甲迄个石头要，对啊，你卖石头会当杀。杀。你石头爱当杀。好，当杀好。所以当杀去迄个 wall stop 遐。wall stop 哦，啊，毋过因为我 stop 你才会当去调整迄个喇叭是烧也袂烧啊。你嘛杀过嘛？你讲安尼。会当行过去，敢毋是？哦。你甲 push 迄个刷去边。push 刷位哦。啊，看袂使。像安尼袂过哦，迄毋是。安尼袂过。
哦，拉巴毋是叫啊，伊即马你是大碟讲一个，石头毋是叫哦，毋是叫，嘿啊，大碟讲一个，嘿啊。而且无通就是你这啊，就是讲一般拢是安尼设计，就是讲你若是伫壁架即块，因为你无通个架刷出，对啊，刷，所以伊就是讲毋讲通就是死，歪互你我刷要你刷。你看安尼啊，所以大家固定，所以你只能做叮当。哦，除非你有啥物足特别的手路啊，一般来讲是叮当。有当阵就是要用特别的手路啊，就是就是无法度，所以甲迄个 rock is lava 当然是。 rock is lava 好啊 ，is lava。安尼敢有较好？无较好。哦，爸爸 is lava。爸爸 is lava。哦，安尼袂使啊，是袂使。哦，第一是 lava is you。lava is you。好。我介绍无法度诶，因为你那杀你无通解杀。是。敢有法度？你爸爸刷袂紧张。爸爸 is you。爸，因为你若是安尼，就讲我来食嘛，啊，毋过我意思，我个意思哦，对啊，啊，佮有伊诶迄个设定是讲，伊时间会当为电管为得表。所以你迄阵毋是用安尼过关。毋是，我毋是用安尼。哦。一关可能有两三个。对啊。我倒想到一个，因为带即个嘛，即个是因为咱捌出来嘛，所以咱甲伊杀边啊。那是咱一位安尼杀过来。因为安尼杀起来已经是，那是杀过来杀来食，然后咱个带榴莲个走一摆，安尼带去。你就想甲迄个老板是下甲伊刷去保位啊？对对，那有无想到？真笑诶！那个老板是下甲伊变做无下，叫过去啊，有啥物样解放出来啊？叫一个创啥？啊，你自由啊！有诶！过关！我敢有看过变巧啊！我敢袂歹，因为一开始算诶，咱想到这我感觉厉害。对啊，对啊。会使啊。对啊。我讲一下我诶想法好啊。快手通关。你根本就快手通关诶想法在。你有想法。所以你是按怎过关？安尼？哦。因为伊不许嘛，所以就袂。系啊。你解杀到。你这应该更较简单哦。因为你第一摆算啊，所以你第一正常。我感觉是，我感觉啊，够另外一个嘛，你带迄是我第一摆看。对啊，这我感觉这解释，拉巴意思，爸爸意思，解释哦。哦，这是啥物？哇呀，是啥物？你试看嘛。因为拉巴意思爸爸，拉巴意思爸爸。啊，对无拉巴。啊，你买过关诶。哎呀，你买过关啊？啥物？小恐怖啊！不知道是啥物。趣味诶，就趣味诶。我感觉我一开始就，我感真正我真正无想到你带迄些。讲个加一个解法。佮加一个解法。所以有3种解法。我想讲着安尼尔叫。石头袂当杀，即关敢有算过？有啊，那。所以你爱看我安怎解。系啊，因为头前诶简单诶我有印象，会当啊，毋过后壁诶，就算我有算过，我嘛一定去数课啊。哦。因为我想讲先互你几关先，互你头壳先叮当起来，嘿啊，啊无你后壁头壳对嘛就痛苦诶。哦。啊，看觅，我想解说这意思。我知就是石头尾。石头是动起来啊。即个死人骨头。是对，我知。defeat， 毋过伊就是意思啊。对，机也是赢，嘿啊，所以即关的赢应该是固定，因为赢爸爸 is war。爸爸 is war。爸爸 is war。啊，会死。你有看到吗？我知。你直接变做我。对，
迄落死啊，石头公，手刀讲，哦，所以即嘛咱互客伫壁。无标我已经哦，改，对对对，哦，对啊，我已经改，我刷，是已经刷，因为我们这部应该就简单我只刷。嗯，爸爸 is 后壁你会想甲迄个头壳壁开，刚刚诶，真正。我后壁一关，我差不多平均拢爱半点钟到40分，差不多。啊，甚至有的想等2钟迄石头去弄看觅，迄袂过，石头就是袂过，哦，对，伊写是，伊写石头就是袂过，袂过啊，再个有回，我再无回。我 is 爸爸，我 is 爸爸。开始。哦，减一个，安尼好。哦，过关，那应该是过关啊。过关，你看你若是过对。袂过关，对，因为咱遐济只，对无？你讲即句话的时候就够水诶。对啊。这是啥物？哦，要安怎好？我壁袂当出去噻，壁会当出去，因为无讲我是 start，嗯，就是毋知要安甲 win。Great is win。 Greater is win。Grace 我 Greater 伫遮，伊无法度个。Grace 就是甲 start 刷下解。无法度啊，因，start 为你 start 伫遮，你无法度刷，你无位刷，你无法度家己回开啊。啊 win 敢有法度刷？我有法度啊，你若是我看觅，安尼，然后安尼就出来啊。对啊 ，Grace。所以 is 袂当刷。伊是会使啊，只是因袂当杀是因为因伫壁架，你无法度家己。所以你刷无法度为安尼家己摕出来。哈？无法度甲迄 is with Grace 来底摕出来。袂使，就是因为爸爸是 win。爸爸的时运是会使啊，这讲话是会使，根本是咱无法度甲这个意思刻出来。所以迄 win 敢有法度杀去爸爸遐。爸爸遐，你讲爸爸是 win 哦？对啊。毋过安尼无人是 U 啊。啊，安尼会输。无人是你，无人是你，虽然是爸爸赢，毋过你毋是爸爸，你毋是那个人。感觉个甲 U 杀去保遐。U 杀去保卫就是啊，安尼就是，无人是你。啊，若是讲你讲安尼会使啊会使，毋过就是敢会当一边安尼刷，你无法度。嘿啊，一个向嘿刷。所以迄个 Great is stop 完全无法度对到。伊会使定诶啊，个就安尼，你无法度为内底个家叫称出来。哦。称鱼啊，称出来。